其實出世就淨係得一條命，咁如果我哋要刻意去迎合社會嘅需求，去做一啲自己唔開心嘅事，咁變相你成世人都會過得好唔開心。最緊要係揾到一種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咯。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係踢波嘅，因為踢波咧係有好多身體碰撞啊嘛。有一次咧俾個身形魁梧少少嘅球員撞到我，咁然之後咧撞到我一仆一碌。嗰次之後咧，我就覺得要提升下自己嘅身體質素，咁跟住就開始做 gym 啦，就慢慢接觸到 powerlifting 嘅比賽項目，做咗一排 gym 啦。咁然之後我就一直有練關於 powerlifting 嘅訓練項目嘅。即係我有啲朋友同我講話啊，你都好似幾大力喎，我就開始睇下究竟香港紀錄係幾多呢？原來同我平時訓練嘅重量都係差唔多。之後我就慢慢對即係 powerlifting 嘅比賽有興趣啦，睇下可唔可以做到香港紀錄保持者，即係破到香港紀錄。powerlifting 同普通做 gym 咧，其實佢哋嘅訓練目標係好大分別，即係我哋普通做 gym 就純粹 for hypertrophy for 大隻，但係 for powerlifting 咧，我哋要嘅係3項，即係比賽項目嘅力量提升同埋力量表現。咁所以咧我哋喺安排 program 嘅時候，即係 powerlifting 嘅 program 嘅時候咧，咁我哋特別注重疲勞嘅控管啦。咁因為我哋每一次用到嘅重量都係比較大，同埋我哋嘅下數比較少。因為我比賽嘅時候呢，我係要減磅去達到比賽體重，就係66 kg 或以下。咁我平時嘅體重大概係68至70左右。咁所以呢，我就要落少少磅 ，which is 我就要去跟 diet 咯，即係我要跟翻好我啲 macros 去食。咁然之後用一個比較即係習慣嘅狀態、習慣嘅 diet 去落磅咯。追夢咧，其實佢哋係好支持嘅，但係咧，即係呢項運動用嘅重量係好大㗎嘛，可能200幾 kg 你孭喺個背脊嗰度，你好難想像究竟個壓力有幾大。佢哋就會覺得啊，會唔會即係壓壞咧？即係會整親咧，好容易。咁佢哋就會擔心呢樣嘢咯。咁但係佢哋都冇話阻止我，叫我啊，喂，你唔可以再比賽。佢哋冇嘅。佢哋每次睇我去試舉嘅時候咧，都係咬牙切齒嘅，即係佢哋係勁驚我整親。其實 suppose 你個姿勢啱，你識得判斷你嗰日嘅狀態去揀重量。呢項運動我覺得相對於其他唔同嘅運動嚟講係比較難受傷。有問過總會嗰邊啊，有冇其他香港嘅運動員同我一齊去？跟住佢同我講係冇嘅。覺得好似都幾慘咁啊！即係因為要自己一個去出國比賽，我會特別緊張咯。事無大小你都要自己去安排同兼顧啦。交通啊、訓練啊、飲食啊。第一個比賽項目係 squat 啦，每一個項目咧都有3次嘅試舉嘅。咁每一個試舉咧就會用一個遞進嘅重量啦。咁通常第一次試舉咧都係用一個我哋好輕鬆可以做到嘅重量去做一個保險嘅。咁然之後咧，我喺第一個重量嘅時候咧，即係 squat 嘅第一個重量，我就用咗我平時訓練嘅大概7成左右啦。咁呢個 suppose 係我好輕鬆就做到嘅。咁但係我喺第一個試舉咧就 fail 咗。咁 fail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踎得唔夠低，我嗰陣時就係非常之 panic， 因為我從來未試過喺 first attempt 就 fail 嘅。咁然之後我就 WhatsApp 教練，咁我就問佢啊，我應該下一個試舉要點安排？咁然之後佢同我講話要 keep 住第一次試舉嘅重量。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我 keep 嘅話，咁我第3次試舉嘅重量就有機會破唔到世大嘅紀錄。咁跟住我就喺同荷蘭隊嘅選手商量之下咧，違抗咗教練嘅講法。咁跟住我哋就報咗一個更加大嘅重量。
我第3次試舉嘅時候呢，我 ready 就用咗30秒啦。咁然之後就剩翻30秒。咁30秒嘅時候呢，我孭咗支巴出嚟，企好啦。咁跟住呢個裁判呢，都一直即係未嗌 command 叫我話可以開始。咁我係唔可以做㗎嘛。咁跟住佢就同我講話要翻去setting 嘅位置，即係擺翻支巴翻去。佢話我個膝頭哥未鎖實。咁然之後呢，我嗰陣時係剩翻10秒，即係我要重新孭翻支巴出嚟，跟住去等佢嗌 command 去話開始。咁然之後場邊嗰啲選手咧都提我話剩翻10秒，因為我係睇唔到嗰個 time mark 噶嘛。咁跟住係嗰陣時係勁 urgent，我就即刻其實未完全 set 好咧，我就孭咗出嚟。咁然之後到我 lock 直個膝頭哥，佢話嗌 command 可以開始嘅時候係剩翻2秒咯。跟住我就喺2秒就踎咯。我贏咗之後，第一下嘅心情咁梗係開心啦。咁但係其實我又有少少遺憾咯，因為我始終冇做到自己平時嘅表現發揮唔到平時嘅水準咯。即係我平時訓練嘅時候，我最好嘅成績係240 kg 啦 squat。咁但係我今次只係做咗228.5，其實都差咗11.5。因為我第一下 fail 咗咧，我係超級唔開心嘅。我完全想像唔到我會喺一個對於我嚟講咁簡單嘅重量 fail。咁嗰陣時，荷蘭隊嘅選手咧都有同我講，其實你係輕鬆做到嘅，只不過係踎得唔夠深。咁下一次踎翻就 OK。咁其實佢哋嘅説話對我嚟講都係一支強心針，即係我同我自己嘅對話咧，即係我一方面會質疑自己，我另外一方面當然都會鼓勵自己嘅。咁但係就係互相喺度對抗緊咯，質疑同埋鼓勵。咁但係有其他人喺當時去鼓勵我，咁變相就係鼓勵嗰一邊嘅 percentage 又會多咗。因為我喺未接觸 powerlift 之前咧，我份人係比較懶散啊，然之後冇乜責任心啊。接觸咗 powerlift 之後咧，因為呢項運動就係一項你付出幾多，你就會得到幾多嘅一個運動項目嚟，即係會令到我自己自發性咁樣去訓練，以至於我日常嘅生活咧都會因為呢樣嘢而改變咗咯。我份人會自律咗，因為我要兼顧比賽、兼顧訓練、兼顧我嘅飲食啦，同埋我返學、工作啊都有，生活就會規律咗好多咯。咁然之後，我喺 mental 上變得比較獨立。其實出世就淨係得一條命。咁如果我哋要刻意去迎合社會嘅需求，去做一啲自己唔開心嘅事，咁變相你成世人都會過得好唔開心。最緊要係揾到一種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咯。喺今次嘅比賽之後，我就會正式踏入公開組啦。咁所以咧，我會好好咁磨練自己。咁然之後就係我希望可以喺未來代表到香港參加世運。